受方面的影响，今仔日的天气是无介稳定，加上对流分系发展有较旺，有的时阵会出现短时间的大雨。未来一礼拜受低压带加方面的影响，天气是无介稳定，台湾各地头拢会有雨水，尤其伫13到16，气象局是提醒爱细致会露出灾情。另外，当咧台湾东边海面上的中度风台国超，目前行向琉球南方的海面，引了强度是会豆豆减弱。车集台北的雨一阵啊一阵，今仔日因为方面点伫咧台湾北部海面上，天气又是无稳定，各地头拢有阵雨加西北雨。气象局提醒，未来一礼拜各地头拢有雨水，甚至可能有大水雨，尤其13到16，中南部的雨会较粗。12号这一天，有一个这个季风低压位在海南岛附近这一带的区域，台湾附近是吹的西南风，因此呢，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。15号的这一天呢，锋面会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，这个降雨来看的话，是会略微比较趋缓的。那其余在13、14、16这几天来看的话，降雨都是比较明显。另外，今年第3号风台国超目前是中度风台，当咧台湾东边海面上，以每点钟15公里的速度往北边行，估计强度会豆豆减弱。它逐渐会往琉球南方海面这边来接近，然后呢，就逐渐的往北北东，然后往东北走出去。北上的过程中，因为海水温度比较偏低，再加上垂直风切比较大，所以呢，它减弱速度也会慢慢的减弱下来。未来一礼拜天气较无稳定，温度的方面因为雨水未伤烧热，北部、东部会高温30到31度，中部、南部高温有33度。也若中南部外山区的所在温度会较悬，无落雨的时会感觉较湿热。记者郭文定台北报道。